哇！荃灣工廠區夠膽死賣到461.5萬起啊！平均尺價仲要17,100幾蚊。嗱，雖然咁樣嘅區域咁樣嘅價錢聽落就唔係好吸引嘅，不過事實上就係佢第一波嘅銷售150幾套呢，就已經係全數售罄啦。冇錯，呢一個盤呢，就係由新鴻基喺荃灣呢一邊全新打造嘅一個住宅項目啊，迎駿。嗱，其實之前我係睇過啲網上嘅人評論呢一個新樓盤呢，佢嘅負面因素又或者缺點呢係非常之多噶，而優點就只得一個，就係新鴻基3隻字啦。而部分嘅網民覺得佢唔好嘅原因，包括佢呢個位置係一個廠區啦，咁另外啦，佢亦都算係比較鄰近所謂嘅墓園嘅區域，個別有啲高層呢，仲應該會望到個墓地。一街之隔嘅環窩仔街對面嘅商鋪現時都係啲修車嘅一啲行業為主，所以咧就唔係咁理想噶。而成個樓盤嘅基座部分，以至到周邊，如果你唔過馬路嘅話，基本上咧係揾唔到咩嘢食嘅店鋪嘅。仲有啲人覺得咧，熊貓酒店即係悅來酒店嗰邊啊，之前曾經發生過一啲不幸嘅事件，所以都將呢個不幸因素咧納埋落去，話呢一個區域咧麻麻地啊。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悅來酒店嗰單嘢咧就唔應該拉埋落去嘅，否則的話成個荃灣區咧都俾呢個不幸事件咧所帶嚟嘅不幸噶啦。嗱，不過單係計翻呢一個工廠區域，佢夠膽賣呢個價咧，係有啲人講過。喺2017年嘅時候啊，海之戀開價嗰口價嘅均價好似都冇佢咁貴喎。咁到底新鴻基係憑乜嘢咁有信心喺今時今日喺呢一個位置裏邊一個新盤係賣到呢一個價錢呢？咁今次我哋就去睇睇佢嘅一個周邊環境啊，迎駿到底值唔值？兩房273尺賣到去461.5萬啊！咁而家馬上帶大家去現場呢邊睇睇啦。好啦，而家可以掃上去睇睇迎駿部分嘅單位同呢一個隔離呢棟大廈都幾近，呢棟應該都係公屋啦。咁再另外一邊咧，後方少少見到綠色棚嗰度咧，就係一棟維修緊嘅工廈嚟嘅。我都叫工廈先啦，即係雖然我知道有啲已經係做咗寫字樓，咁就。整體嚟講還好嘅，就唔係話真係好喺工廠區，即係之前有啲盤咧，可能附近直頭係一啲比較上難啲接受嗰種廠房格局嘅，呢度就唔係嘅。向呢邊就應該最，如果低層咧就望極公園比較好。假設真係落到樓下咧，咁呢度就冇乜嘢鋪嘅，基本上。呢條街就岩巉啲啦，坦白講，有人翻工啦，當然我知道。呢度叫環窩仔街。假如有班位係望呢個方向，估計都開揚嘅。其實我覺得住呢度咧最惡劣應該就環窩仔街呢個位嘅啦，因為將來仍然係有唔少貨車喺度出入啦。咁暫時嚟講咧，我企緊呢一段路，亦都有唔少咧係收車嘅鋪頭。將來鋪頭會唔會變咧？暫時未知啊。至於有人提到就話呢一個位置都算係近住嗰個墓園墳場咧，其實我又覺得有翻咁上下距離嘅。如果由呢一度步行去墓地嗰邊計咧，我相信仲耐過去地鐵站。咁其實起碼要15分鐘至20分鐘以上噶啦。按道理計咧，應該就係海濱花園、環宇海灣同埋海灣花園嗰邊咧，先至係比較近住嗰個墓地嘅啫。咁另外咧，呢度就前面會見到有個垃圾收集站咯。但係都有一定距離嘅，介唔介意就睇翻自己啦。我就覺得可以接受嘅。咁呢條街咧，環窩仔街咧，都係好多修車啊嗰類為主嘅。咁將來會唔會變咧？係有機會變嘅。咁啊，視乎翻呢棟物業會唔會帶嚟一啲經濟上嘅效益咯。好啦，呢度公園啦，呢度就迎駿啦。而家望到呢條路咧，就環窩仔街。好，過少少咧就係上翠苑啦。上翠苑應該就冇自己嘅商場仔嘅。
若然係喺樓盤唔過馬路嘅位咁計呢，其實真係冇乜商鋪嘅啫，或者叫做唔多啦。你想揾間餐廳食嘢都係少嘅。不過如果願意過馬路嘅話呢，其實選擇都好多嘅。去翻沙咀道呢一邊呢，基本上小店啊、連鎖嘅餐飲啊等等都有齊噶啦。你話要去禮拜六日飲個茶，都係非常之容易咧，就揾到啲茶樓嘅。咁如果過埋去眾安街嗰個交界位呢，就更加多選擇啦。大鴻輝啊等等，大家都熟噶啦。若然係要去街市買餸嘅，咁應該都係選擇翻去楊屋道街市噶啦。行路定係另外轉小巴等等呢，自己考慮翻。我覺得就應該行路都可取嘅，身體健康啲啊嘛。咁如果過到嚟呢邊呢，樣樣齊噶啦，食嘢啊、買嘢啊等等啦。好，而家趁對面冇車啊，即係路上。咁我哋望一望對面有啲咩啦？銀行啊，一啲小店式嘅米線啊等等都會有啦。其實再行過少少向前面咧，都係旺嘅，即係選擇食嘢啊等等都係多嘅。當然另外仲有一個選擇，你就可以行翻過去醉月亭羅湖居嗰邊，因為羅湖居咧係有個商場仔嘅，咁所以喺個商場仔度咧，其實餐飲店啊等等都好齊嘅。另外如果係向北面走，大概5-6分鐘左右咧，去到悦來酒店，即係俗稱熊貓酒店嗰個位，都係有商場啦，餐飲選擇都係多嘅。咁所以你願意步行4至5分鐘嘅範圍咧，食嘢啊買嘢嘅選擇係多嘅，就係自己落樓嗰個位置冇乜咁解嘅啫。另外咧，近年都比較流行北上消費啦。若然由樓盤行到嚟德海街呢邊咧，咁基本上有3間嘅大巴公司可以選擇嘅，包括中港通啦、粵港直通車同埋中旅都可以咧，俾你坐車翻內地啊。好啦，睇完周邊客觀嘅環境，我又講講主觀嘅一啲睇法啦。其實我覺得咧，都仲係個價錢上係偏貴嘅。咁我覺得如果273尺一房都要賣到460幾萬咁計呢，就應該400頭就合理少少咯。何況嗰個只係低層啊，即係起步價嚟噶嘛。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反正而家就大手買嚟投資嘅閒居多嘅，咁所以呢，食住個市場氣氛呢，呢個盤第一陣就賣得好好噶啦，可能第2、第3陣等等呢，都係會賣得非常之好都未定啊，而且可以逐步加價添啊，睇住個市況嚟食啊。咁當然，如果佢唔係有新鴻基呢3個字掛喺度呢，我相信亦都冇咁多人係會認同呢一個樓盤嘅價值嘅。對於呢一個項目賣到呢一個價喺咁嘅地段，然後又再配上新鴻基地產呢一個咁強勁嘅發展商品牌，你有啲咩睇法呢？假如你係住喺荃灣呢一帶嘅話，你又會唔會覺得換樓嚟講係可以考慮呢？歡迎留言講講你嘅睇法啦。下條影片我會實測一下由呢一個位置行到過去地鐵站到底要幾耐㗎。對於唔同嘅樓盤，又或者係裝修以至到軟裝或者購買家私等等嘅事宜感興趣嘅，記得留意住我哋灣區尋寶家啦。下條影片再見。